来看高雄寿山动物园，最近又搁增加一个新的成员，就是饲猪仔囝，或者小蚵仔。即马已经满月了，因为出世的时，就亲像一粒蚵仔共款，实在是真古锥。即马嘛真做寿山动物园介绍环境的名称。北玉湾手摕着食物是饲猪，伊食物件模样是真古锥。详细看，阁有一只细只饲猪闭伫爸爸妈妈后壁，伊是顶个月初8拄则出世的小蚵仔。即马嘛已经满月了。因咧困喺迄个棚坑内底，拄看到个内底加一只迄足古锥的一只细只的小豪猪嘅饲猪。阮着迄个时阵发现了的时阵，阮是无甲交了因为爸爸妈妈因顾伊拢顾甲足好的吼，所以伊迄个细只即只饲猪吼，迄小芋头伊着慢慢伊着逐工拢甲爸爸妈妈安尼斗阵做伙生活。寿山动物园内底饲猪上爱食番麦，我着北玉湾手摕着菜膩，饲猪拢一只一只挖过来食物件。虽然饲猪的命内底有猪，毋过伊是甲鸟鼠共一群，嘛因为饲猪伊身躯后壁才有刺，所有民众第一摆看到，了准讲是尖胃，反应是真趣味。我第一摆看吼，我以为伊是刺猬啦，真的我看。第一在看的就是刺猬，但是刺猬我想讲无遐大只咧，是不是？看起来头，头我看起来像猪嘛吼。目前小蚵仔才拄满月，佮看袂出伊的性别，是甲爸爸妈妈做伙生活，看到车份人也是比起来。佮这小蚵仔，即马嘛真做成动物园的大名称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